我的真皮沙发，我的红木家具呢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家里进贼了！妈，你看，这个小贱人，白眼狼，怎么敢碰我的东西？这都是我的，气死我了！垃圾就该和垃圾待在一起。你个臭婊子，我跟你没完！哪个鳖孙骂我呢？不就嫁农村吗？嫁谁不是嫁？反正我有钱了，要是遇到恶婆婆，大不了换个地方潇洒。这他娘的晦气，哪来的老太婆？你这怎么开车的？哎呀，你这是怎么开车的呀？不是老太太，你他妈眼睛长屁股上了！咱们骑的车，你瞅你把我车撞的！你说啥？我撞你？你才眼瞎呢！我都让到这儿了，你还怼上来撞，你还好意思骂我？这个乡巴佬，臭农村的，我懒得搭理。哎，不许走！干什么你？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们农村人怎么你了？不就是想讹点钱吗？你们这些爱碰瓷儿老太太，我见得多了，想从我这讹钱，没门儿！给我撒手！我不撒，怎么了？你不撒，我现在动手了！你快打人了！你动他一下试试。